是对农友的支持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买一些东西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大家人手一袋帮忙他们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让今天的活动能够把我们的农产品推销出去。我相信，在我们县乡合作之下，我们未来一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，让我们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。3、2、1。